在地服務分別滿21棟加9棟的華山基金會安南愛心天使站1、2站，已經陪伴超過650位弱勢長輩走過孤單無瓦靠日子。26號在四草大眾廟舉辦聯合感恩大會，並邀集30多位長輩坐船遊台江看風景。在春天相當舒適的天氣，讓因難得走出戶外，留下美好回憶。特地在今天，我們邀請長輩來到四草的大眾廟，搭乘觀光船。那希望能夠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春遊的活動，然後讓長輩能夠活絡身心。那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活動呢，呼籲各界，然後能夠多多關注愛老人這個議題。真濟長輩第一擺坐船，攏感覺真新奇，對着華山基金會關懷照顧，心中滿滿的感謝。華山基金會愛心真好啦，對阮吼足照顧啦，今仔活動阮感覺足歡喜安尼啦。基金會嘛佇這位面台見證，感謝長期支持的企業甲志工。今天也特別帶長輩出來玩坐船，我相信對長輩來講都是一個很棒的回憶哦。那也因為我想，其實不管是疫情的關係，還有大環境的關係，其實華山基金會的捐款是受到很大的影響。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夠支持，能夠讓基金會可以照顧更多的長者。有一個好所在，會當講來參加華山基金會的各項活動。就有華山基金會的付出，讓咱老人有更好的照顧。面對超高齡社會，尤其安南區人口超過20萬，老化速度明顯，所以華山基金會除了辦活動，增加社會參與，到5日節等重要的節慶，還推出一份600塊的關懷禮包，邀請大家領用，做伙加入愛老人的行列。台南新聞，軍旗採訪報道。